第150篇，當以樂器讚美耶和華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在上帝的聖所讚美他，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，按着他極美的大德讚美他，要用角聲讚美他，鼓瑟彈琴讚美他，擊鼓跳舞讚美他，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，用大響的鈸讚美他，用高聲的鈸讚美他。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